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各位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莲雾。好，咱今日要来讲什么主题呢？就是进前伫这个选举进前啊，这个面册面顶有出现一张图，就是一个瑞士的银行，因咧发表一个统计的数字，就是台湾人的这个财产的分布，有将近700万人是中产阶层，还有要1000万人是准富裕，就是得要好野的意思。有70几万人是好野，还是讲足好野安尼。这其实看我进前听过的资料是类似的。进前有一个教授，伊在做这个台湾经济起基的这个社会学的研究，伊是一个美国人伊就有讲到讲台湾其实战后出世的迄代，伊拄好赶到这个台湾的经济起飞，所以有大部分的人拢变成这个中产阶层。当然咱知影讲即马目前全球的这个趋势其实是这个好野含善食的这个差别有咧有关起来。当然台湾嘛是这个地球人嘛，所以台湾人嘛是无法度避免的。不过就是以目前的数字来看是将近有一半的人是特别好野，就是中产以上啦。较善食的人口呢，就敢若有差不多12%遐。我有去查这个英国的数字呢，伊用同款的这个财产的数量去比较吼，就是因拢是同款的标准，就是较善食的人就是算这个财产呢，伫咧台票30万以下的，就是美金1万箍，这就是伫世界全球的标准来讲，安尼就算是较善食的人。台湾是差不多12%嘛，英国是要18%。安尼差不多诶。其他的数字拢含台湾其实真接近。毋过是讲除了买厝以外吼，你的这买物价，你的这个你平常时的消费是英国是比台湾更较悬的，所以我感觉啦，其实伫英国可能生活较辛苦的人可能会较济安尼。因为我有看到讲伫2022年的时阵，较善的1400万人的收入，因减少 7.5%。毋过上好这是英国还是台湾？英国。毋过上好野的收入增加，好野人因的收入增加 7.8%。这比我看到更较保守。我之前看是好野人可能。好野人可能起到要半倍要1倍哦。你就讲好野人的收入是善食人的12倍，我感觉。还有就是财富伫英国嘛是无平均啦，就是东南部是所有地区中上好野的一个地区，因的家庭总财产是。可能包括你的厝啊，什么的，这加起来差不多50万英镑，就等于是2000万台票。伊是英格兰北部的家庭的财富的2倍。对，南部人真正就有钱诶。我感觉就是就是咱讲的台湾的北部，就等于是英国南部安尼。对。你顶界东南部敢是 Brighton 遐？
Brighton 遐东南部，就是 London 迄区吧，London Brighton 迄区拢算东南部吧。系啊系啊。啊，是你顶界互我一个问题，就是阮会当看讲恁兜的收入是算伫全英国内底对一个坎站安尼。啊，我记得迄大学是有分5个坎站。啊，因为我就是已经开始做工课，我有甲阮翁的收入甲我的收入加起来去算。阮竟然是第4坎站呢，我惊着。毋过我感觉伊这有一个足趣味的，就是你若你用你的年收入甲你的逐个月的收入来算是小可无共款的。啊，毋过就算是逐个月就是税后扣的领的钱，你去甲算嘛是，阮兜嘛算是真好过安尼。我有一点仔惊着。所以我看伊大部分的人啊，毋是人啊 ，household 就是一间厝啊，伊逐个人的收入，毋是 number per person，一个人的收入是差不多，较侪人的是差不多伫600磅左右一礼拜，就是差不多2万4，所以差不多是一个月10万箍新台票安尼。啊。我有去查一个数字吼，就是有一个指数叫做 Gini coefficient， 吉尼系数。啊，伊这是咧讲一个经济平等的指数。一般来讲，0.4以下呢是 OK。啊，愈少就代表这个经济，这个社会经济愈平等。啊，台湾呢是0.338。啊。英国呢是0.345，啊，其实呢，这个小差无足大的，我感觉有小可意外。系呢，你要摇一个，迄个讲啥？中国偌济？中国中国0.5吗？因号称0.35，啊，毋过。因为有人去甲算讲实际上应该是0.6。应该是我感觉应该是0.6，应该是较接近事实啊，因为因有一个高站，毋是因为讲因有差不多1亿个人是10几亿1亿个人领1000箍的薪水吗？啊，怪得互过往去啊！安尼哦，阿弥陀佛。对，讲出来讲到这个英国和台湾的这个 Gini coefficient 有小可介接近啦。啊，我感觉有小可意外，因为我感觉我个人的体感的感觉，英国的这个产价和好野的这个差距是大的。啊，毋过我感觉有可能是因为英国的街站之间的这个生活分足开的。因无共街站的人，伊会去无共的所在佚佗，无共的所在踅街买菜，去无共的学校，住无共的区。啊，连这个社区内底这个公园好歹拢有差。啊，毋过比较来讲，台湾无共街站的人，其实拢住甲拍足散的。比如讲，我细汉时阵住的迄个公寓，即马差不多价值200-300万台票，迄足老的啊。啊，有3间大间的房间哦。而且即个公寓吼，即马即个学区是好的学区，咱即区的高中哦，上迄个第一志愿的高中的人数是高雄的前3名。哇！对，啊，所以。阮楼骹迄个厝边吼，因有钱到啥物程度？因伫大比湖遐买一栋1亿的别庄。啊，毋过，因即马游玩是逐工拢住伫即个小公寓内底，啊，逐工拢坐伫门骹口伫遐泡茶看报纸。我感觉台湾人真正是好野无人知的呢。
因为对，因为像咱遮诶，像英国诶 supermarket，伊个有分阶层诶，个有啥物 Tesco 甲 Sainsbury 个比 Tesco 好一点啊。啊，怪起哩就是啥物 Mark Spencer，啊怪是 Waitrose，啊怪个啥物，个有一寡奇奇怪怪的，系啊。Whole Food，嘿嘿，你若想要看你迄区是算好啊歹，你著去你遐看伊诶 supermarket 诶，对倒一间，对，差足若是济。Asda 就之前毋是有一个新闻啊，嘿，就是Lidl就是一个德国诶牌子诶大卖场啊，对对，因诶特色就是因诶物件足俗诶。嘿嘿，啊，因进前想要起伫一个较有钱诶即个社区内底，互逐个抗议呢。啊，有啥物讲啊？拜托咱遮啥物行情，你伫遮甲阮开一个Lidl，阮敢会效果是？安尼咱遮诶厝会落价呢？天啊！够好笑诶。啊，另外是讲，我感觉即摆我转来台湾，发现讲我身躯边诶朋友薪水拢足悬诶。啊，毋是逐个拢讲台湾是薪水足低个，对啊，啥物低薪轨道，对对，啊是安怎做共款诶工课，啊，阮朋友伫台湾诶收入会比我较悬诶，足奇怪。啊，我阁有一个朋友诶朋友嘛，讲进前伫台湾食头路，啊，后来伊去澳洲，阁找共款诶头路，共一个产业，共一个职位，啊，伊伫台湾课风课税了后，诶，即个薪水比伊伫澳洲税前的互课税进前诶薪水阁较济。哇，对啊，我毋知影是因为我伫身躯边拢是中产阶层诶朋友较济，还是因为台湾真正是收入遮好。我身躯边诶朋友诶收入比可能囥伫英国，可能拢有15%哦。哇！啊，毋过其实我嘛毋知，因为我感觉台湾阁有年终诶奖金甲每月诶分红嘛是，因为这英国无嘛，啊是阮翁因诶公司有 bonus，啊毋过就是因年薪诶3%啊。系啊，我感觉等到是伫台湾遐年终迄啥物几个月，迄个较好啊，阁有是阮即因公司阁有啥物三节奖金哦。因迄三节奖金着领半个月诶薪水安尼啊，我感觉斗开诶，系啊，对啊，而且台湾诶税嘛无像英国诶遮重，我感觉应该嘛有差。对啊，比如讲，阮小妹是伫电子业诶，啊，毋过伊伫电子业诶内底，伊毋是做 engineer，伊毋是工程师，伊是做较要安怎讲，毋知要安怎形容，安尼才袂暴露伊诶个资。伊做诶是较毋是趁钱诶单位，会当安尼讲。啊，毋过伊讲伊迄个单位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岁数诶人，就是伊诶学历嘛普普，做代志嘛普普，啊，毋过伊讲伊诶薪水差不多一档有200万，安尼算伫英国嘛是诚好呢。嘿呢，嘿，啊，因为因拢会逐个月拢会分红啊，逐个月拢有红包安尼。对啊，拢是电子业咧好诶时阵，逐个月拢是2、3万安尼分。对啊，所以你看伊诶月薪袂准啊。真诶。毋过我嘛有阁看着另外一篇无共意见诶文章，伊是讲台湾诶即个 minimum wage 上低即个薪资相比台湾诶物价，伫咧进步诶国家内底是较低诶。因为台湾其实嘛介济即个服务业诶朋友，因拢是可能较接近即个 minimum wage 上低诶薪资，所以这是咱可能爱注意诶问题，因为伊有比较讲即个即个上低诶薪资诶比例，含即个比如讲自杀诶比例，还是讲犯罪诶比例，这拢是有关系，所以这安尼可能较有社会诶问题。
嗯所以我感觉这可能是未来政府应该要去拍拼的方向。可能因为我个人较左派啦，所以我感觉讲政府的重点应该毋是讲互即个互中产阶层的即个生活偌好拄偌好，是讲爱互即个领基层的朋友领即个基本薪资的即个朋友，因的生活较好过，毋通互因走投无路安尼。嗯，嘿，除了薪水以外呢，嘿，即摆我甲朋友较常咧讨论的是买厝的代志。我感觉另外一个台湾常常互吐槽的就是讲，即个厝伤贵啊。哦，我感觉讲台湾的厝真正是无俗，嘿，毋过要安怎讲呢？这因为我感觉台湾的人真正足济，而且呢，台湾人佫足爱买厝诶。嗯，这我感觉这当然讲背后有足济物件会当讨论诶啦。嘿嘿，比如讲之前咧讲即个，之前咱可能嘛有讨论过，咱台湾人咧争取即个地大正义，对，其实含国外有小可无共，因为国外的地大正义呢是包含讲会当税厝，毋过其实台湾税厝诚俗，对啊，堪国外来相比诶，嘿。嗯，所以我感觉这就有诚济当讨论的部分。对啊，因为是我就是阮查囝伊前2礼拜同学生日嘛，我就甲内底家长伫遐讲着买厝诶代志，因为因暂时是搁租2房诶厝，伊讲因为伊甲因某暂时拢是迄个 work from home，伊讲无所在啊，伊想要换较大间诶，我就甲问讲，你这是你家己买诶厝，还是你租诶？伊讲伊租诶，伊讲暂时诶厝，讲遮贵，伊根本就买袂起啊！我就甲问讲你诶差不多预算伫倒？伊讲差不多伫30万英镑，差不多3房。我讲安尼足好找啊，毋过因就是嘿啊，我感觉足好找啊，毋过听起来就是对因来讲，佫算是有一点仔暗咧。因两个拢是专职哦。我感觉有一个是因为即2档诶，即个interest rate 伤悬啊。即马差不多你若去贷款买厝，你诶 interest rate 就差不多6-7%遐。对，迄这真这介疼嘿。足所以比如讲，阮之前咧看厝嘛，我嘛毋敢买伤贵诶，就差不多咱就有先欠钱，欠差不多迄间厝诶一半诶钱以上，才敢去买厝，因为惊迄利润伤悬啊，安尼还袂起。佫有一个 stamp duty，佫是假诶钱。对。毋过迄是你若是已经有厝诶人，你要换厝诶话，你有一个 stamp duty。我就甲讲，毋过政府毋是有一个 help to buy 嘛，还是 first buyer 即款诶，会当互你第一家要买厝诶人，伊讲有年龄诶限制，超过40岁你就无法度用啊。help to buy 佫有一个足恐怖诶物件，我前几礼拜才发现诶。咱先解说讲这个 help to buy 是啥物货？ help to buy 是一个政府诶一个政策，伊就是你要，比如讲少年人要买厝嘛，就是你诶头期款，一般来讲啦，上大诶困难就是你诶头期款无够啊。所以呢，政府就讲好不要紧，安尼你头期款诶自备款5%就好啊。我甲你出20%到25%，安尼你拄好30%，25-30%，你才去牵迄个银行去甲因借钱。毋过呢，你这20到25%呢，我会记是毋免利润诶，5档内免利润。毋过呢，恐怖诶所在伫遮，你5档了后呢，你爱还政府钱。你爱毋是还你借诶迄笔钱哦，你是还你5档了后，你迄间厝诶价值诶20到25%。所以讲你诶厝若是讲起啊，比如讲，你敢知影阮即间厝5档内差不多起10%有哦。
20-30%，你都要加还20-30%的钱诶。嘿，这毋是对人民卡油？我感觉你讲的这新进前有一个好好做代志，市长伊讲，真假？我感觉足神啊。系啊，就是有一点仔小想，就是你5档内底，还是反正我讲大家当去研究看卖啊，我听开始足神啊。系啊，暂时会当用感觉的去讲破。歹势，你讲的系啊，就是因两个有转一个工课，想要买一间厝，拢感觉足困难安尼。啊，我想我的经理甲因女朋友嘛是啊，因两个，因女朋友爱去做2份工课，啊，甲伊安尼加起来，佫无法度转一个专职的经理甲因女朋友去做2份工课，薪水因个嘛无法度买厝。毋过我即摆问题是，你若是伫英国，你若是有囡仔，你就一定爱去迄个较好诶学区啊。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系啊。佫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对啊，因为你学区较歹诶所在，你生活环境嘛较歹，真诶，对啊，足痛苦诶。逐个无法度想象，迄因诶无共社区诶无歹诶学区较好诶学区诶，是差别真大。真正足恐怖诶。伫台湾是你会知影讲即个城市内底，就是即几间学校，就是可能落满较侪，毋过其他诶学校拢较正常。对，大部分诶学校拢是正常，伫英国是吊饼诶。即个城市内底更有几间较好诶学校，其他拢是落满学校。真的呢。系啊，所以我感觉这差真。佫另外一个佫差足济，我感觉是公共空间。我感觉英国免费公共空间足少诶，所以你诶厝一定爱大，你一定爱有家己诶空间。毋过伫台湾，比如讲你拜六礼拜要出去几工，拢去毋免开一个所在，拢是有办法诶。为下早9点出门，到下暗9点才转来，是有可能诶。所以你诶厝毋免伤大。你比如讲，遮公园遮济，你会当伫遐赖规工诶，闲暗佫会当去公园散步。其实你厝细间不要紧啊。真系啊，你物件莫贴伤济就好啊。我翁讲遮公园下后拢是互歹人伫卖毒品诶。对啊，遮公园下暗行入去是会死人诶。真诶，阮遮行路有一个5分钟有一个公园嘛，伊诶公园有门哦，暗时6点啊7点就关门啊。对啊，因为你无关门，就会互人入去伫遐卖毒啊。对啊，阮之前我有讲，阮翁有一工伊下暗10点想讲要出去耍伊诶厝伊诶房啊，伊就走出去啊。伊讲哇，台湾真正是足神奇诶呢。下暗9点10点公园佫光，佫有人伫遐咧开讲，而且毋是怪人哦，是平常诶人哦。嘿，欧巴桑伫遐跳舞啦，有少年人伫遐开讲啦。对。系啊，伊讲真正足赞诶。而且女性朋友会当伫外口赖踅，嘛袂感觉足恐怖诶。真诶。你敢知影伫英国，你免讲着女性，就算讲你是查甫，你半暝伫外口赖踅，你嘛是感觉有生命危险呢。系啊。佫讲到另外一个最近诶一个新闻啊。就是最近伫台湾有一个戏剧诶节目伫网络观顶互吐槽较足严重诶。就是有一个叫做夜秀诶夜秀。伊是有请一个中国人来讲即个台湾诶选举，讲着讲民进党有一位即个无分区诶立委，就讲因为伊是细汉是有破病，所以伊即马敢若有目睭含手会当小可动一下尔。所以伊就讲民进党是刻意咧煽动逐个同情心，互逐个足生气诶。
对，后壁佫有另外一集咧讲即个选举的，共一个主持人呢，伊佫起笑一个原住民立委的名，迄位原住民立委候选人的名叫做李我要单列族名，我的名字是伊的名我无啥会晓发音啦。毋过伊就是咧起笑人的即个名，毋过伊毋知影是讲伊即个名会安尼号，就是因为中华民国无要互遮的原住民用因家己罗马拼音的名，佫硬叫人的姓一定爱号一个姓，迄个姓一定爱是迄个啥百家姓内底，这是你应该要靠背即个中华民国的这体制，哪会是咧起笑即个原住民的名，是毋是？真正就无毋捌字兼无卫生。我想要讲者这样是即个中国人毋是互踢出去吗？讲5冬内袂当转来台湾。对。毋过我感觉这真足正常，伊是用观光签入来的呢。观光签就是袂当做任何，你敢来当观光尔，你袂当去有啥物上电视啊，还是趁钱正的有诶无诶。系啊，所以我感觉台湾政府安尼做了足对诶啊。毋过伊就讲啥物台湾政府你甲迫害，嘿，你甲迫害，我讲是你迫害是这话当讲一个例啊。以前有一个英国的乐团，因叫 Transition 前进乐团，前进乐团，因是我感觉一个还两个，因某是台湾人，因有一段时间拢伫台湾咧表演，结果有一个其中一个可能是观光签证入来的，结果表演了后就互人迄个叫啥，毋知是罚钱还是互人互移民局的人讲你有一段时间袂当入来安尼。嘿，所以因这毋是讲针对即个中国人，是本来即个签证伊的规定就是安尼。对啊，其实你伫英国，你若是用观光签证入来，你走去比如讲表演啊，有收钱的表演啊，是讲啥物货，其实迄拢是有问题的。对啊，你迄会互人有留一个记录以后你若是要申请签证，拢会有问题呢。对啊，我感觉真正足可恶诶，就是拢已经亲门打好，伫电视顶悬我感觉愈可恶是伫遐对伊做伙笑诶人。真诶。系啊。这是讲起笑了，人感觉你安尼袂使，你甲讲诶时阵，你佮讲这只是讲笑诶，这无需要遮认真。你到底是？系啊。都是迄好笑诶代志，毋是安尼。你讲怎么样讲啊？你讲机重点是无好笑啊。对，无好笑，就是无好笑，就是无好笑诶物件。因讲因甲包装是好笑诶物件，这个愈使人掠讲。对啊，他这生气诶。对啊。所以即阵仔你个港文站诶人就开始咧推撒讲，大家应该来看即个正统诶戏剧，就是stand up comedy。对。大家开始推撒讲，因家己有咧看诶。我遮想要推撒大家看几个我感觉真介意诶comedian 英国诶。我想要先讲。因为我个人吼，我嘛真介意人咧讲即个地狱笑话地狱梗。毋过我感觉讲会当讲即个地狱笑话讲上赞上彻底，就是少数族群，也是讲性少数诶人。因会当比如讲 gay 因就会当讲即个性别诶笑话，讲足地狱诶。对对。无就是讲即个少数族群诶人，因会当讲即个地狱笑话，讲足地狱诶。对。因为因就是迄个叫啥，家己吐槽家己啊。无就是因就会吐槽别人。我感觉嘛真好笑。
对，所以我真介意看遮个少数族群含性少数诶人讲诶笑话。我会当推荐大家看即方面诶，会当听有一个 podcast 叫做 Comedy with Accent。伊诶主持人诶，是一个住伫英国诶台湾人，伊叫做黄冠文诶款，嘿，伊诶迄个啥，伊拢是专门咧访问，伊家己本身嘛是一个 stand up comedy， stand up comedian， 伊访问呢拢是甲伊共款，就是住伫英国，毋过毋是英国人，还是毋是英国人，无就是毋是讲正统诶英国诶 RP accent 诶遮诶stand up comedian。所以我感觉因诶讨论真趣味，因为讲着讲，比如讲因为我是即个别个国家来诶，安尼我咧讲笑话诶时阵，我是毋是一定着爱讲着国家诶笑话？比如讲即类诶讨论，我感觉足侪物件拢真有意思，所以我感觉会当推荐大家来听遮个 stand up comedian。另外我嘛有听，我嘛真介意听迄个苏格兰诶人诶笑话，比如讲苏格兰诶Sarah Millican，伊就是一个算是中年诶女士，伊拢会讲一寡较小可较黄诶，毋过我感觉真好笑。伊佫有一个苏格兰诶腔口，我感觉我足介意诶。你咧？你敢有咧听啥物？我之前有伫看一个叫做，你去 Instagram 找叫做 Mickey Overman。对，伊是一个荷兰人，住伫英国，所以伊足济伊讲诶代志拢是文化无共，还是讲英国人讲话方式甲荷兰人讲话方式有啥物无共？荷兰人就是较直啊，英国人就是会较敖要安讲啊，较婉转即款诶。我感觉真好笑，伊嘛算是真女性主义诶一位啊，所以伊讲诶笑话拢真好笑诶，袂歹，对啊，感觉逐个会当加看一寡无共风格诶笑话，培养家己诶即个培养家己诶 taste，免讲一定拢爱看。对，我感觉正是有足侪 Netflix 嘛有迄stand up comedy， 毋过就是爱，反正你若大量去看，你就会知影，你就会当分别讲，嘛毋是讲分别，啥物好笑，啥物无。对，就是啥物好笑，啥物真正无好笑。你就会知影讲咱台湾迄个夜秀，迄是真正足歹笑。不管伊之前有换主持人，还是无换主持人，拢足歹笑。足歹笑，对。会使人生气诶，迄款歹笑。真诶啊，到底好笑一堆咧。对，好啦。做想要讲迄个文英阿姨讲诶，笑你去死啊！生气诶。好啦，安尼时间嘛差不多啊。安尼。对，安尼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开面啦！因为情况过一阵青菜，水搁青的。来落水溪，参农民徛同齐，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溪，请人客，写生气的土地。稻仔青芳过一阵青菜，水。